香港藝人羅家英先生最近有篇報道咧，都話佢之前其實都4次患癌嘅。其實佢04年患過肝癌，14年嘅時候咧肝癌復發。其實癌症嘅復發率咧都幾高嘅，大家可以睇呢一幅圖嘅。當癌症發生嘅時候咧，其實就會電療啦、化療啦、成日睇醫生啦，同埋咧在家休息。咁其實你嗰個返工賺錢嘅能力就會削弱咗。大家聯想下，如果今日有大有細嘅你，小朋友要讀書又要去供樓嘅話咧，大家想唔想喺你治療期間，你哋屋企人嘅生活水平下降呢？所以咧，其實咧危疾保嘅意義咧就在於呢一樣嘢，就係喺治療期間嘅時候咧，嗰個生活水平不會下降啊。其實而家嘅危疾保咧已經比我當年10年前買已經進展咗好多噶啦。譬如佢有一啲譬如嚴重疾病咧，可以保到5至7次，即係話其實譬如我買嘅保額可能係5萬蚊美金，佢可能保到7次嘅，咁就變咗35萬美金㗎。所以咧，其實呢一份保障咧係一個必須嘅。